主題單元失敗逆轉站。失敗逆轉站係面向小3至小4學生嘅抗毒主題講座，採用主題公園式教學，透過1個鐘嘅動畫短片配合互動講座，學生會見證2個動畫角色因為經歷挫折而墮入毒品誘惑，變成染上毒癮嘅黑化角色，但希望可以搭上時光列車，回到過去，改變命運。學生喺工作人員嘅指引下，團結合力完成毅力全球以及發明解謎嘅挑戰，透過體驗抗疫練習，建立正面態度，幫助主角成功啟動列車，回到過去，向毒魔說不。學生更加可以喺活動中學習分辨毒品同藥物嘅差異，正確使用藥物，增加對毒品禍害嘅認識，並且識得用合適嘅方式處理負面情緒，從根源上拒絕毒品引誘。